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6月2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针对台南市政府将要调起房屋税，并追溯到90年7月1号设立户籍的厝，拢爱使用新的计算方式。市府秘书长上午召开记者会，公开回应，强调台南市已经伫咧顶礼拜5，就依照原本调整方案完成公告，3档平均调起67%。台南市房屋税调起已经伫顶礼拜5就完成公告。市府今仔日上午再一次召开记者会，由秘书长公开说明，这届的房屋税调起不但是合法也合理，而且台南市是6都内底起上慢，又阁是起上少的。市府其实是在全国这次的调整里面，算是3低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调整的时间最晚，因为考量市民的这个负担。那调幅也最低，那另外我们也把整个冲击减到最小，就是全市61万户，只有11万户，大概只有18%左右的房屋会等于90年以后的房屋会受影响，会在调整的范围。如果照财政部跟审计处原来的构想是统一单价发布之后，新的单价发布之后，应该是所有的房屋一体适用。那但是我们为了让整个冲击降低，我们是只针对90年以后，把那个范围限缩到只有十几%那也就是说，全市61万户里面有50万户的房屋是不受影响，那只有11万户，大概是18%的这个房屋有受到影响。当时有关房屋税调起要追溯到90年7月1号起设立户籍的厝，有关这方面，市府税务局代理局长张少元也提出解说。希望帮助更多民众了解该项政策。最主要的就是法令上有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们是回归法律的规定。房屋标准单价的调整，就像我们每3年公告地价调整一次是一样的。在这一次呢，我们在调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叫做地段率的调整。地段率的调整是一体适用，没有人质疑说地段率的调整是不是从什么时候适用的问题。本来这个调整公告房屋标准单价就是要一体适用，但是我们体察到，如果你适用到90年6月以前，因为那个时候法律没有这样子的规定，所以我们就以90年的6月，90年的7月1日以后的房屋来适用。那么这样子呢，第一个适法性它站得住，它有法律的依据；第二个，它的冲击面也最小。所以刚才秘书长报告的就是说，它只有18%受到这次的影响。市府表示，过去30年来，台南市房屋造价拢无调整，这届做小幅度的调起，希望民众会当体谅。台南新闻王子豪郭博义采访报道。议会国民党团24号带领侪位民众到市府，订正房屋税调起以及追溯到15年前旧厝非常无合理。市府秘书长李梦燕表示，会将市民的意见做综合性的考量，再向各界报告。上午结果出炉，引发国民党团强烈不满。这个月29号将要北上召开记者会，让全国人民拢知影。针对市府上午召开记者会，公开说明房屋税调整相关事项，议会国民党团随后也召开记者会，批评地价甲房屋税同时起价，让人民痛苦的指数持续升高。同时也呼吁市府应该用调整的计算方式，公告伫网站，让市民知影。台南市从今年开始，那就是2税双涨。过去民进党批判马政府油电双涨，那现在在台南市赖清德当政的台南市，那是2税双涨。第
地价税已经确定了，平均涨了32%。那房屋税的算法，根据市政府的讲法，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摸着头绪。伊到底54、65、81是要安怎样算？你是不是会当甲咱所有民众，互阮知影讲，今年我缴安尼的税金？那明年我到底会缴偌济呢？房屋限值就是房屋标准单价乘以面积，然后还要乘以1减折旧年数加乘以折旧率乘以地段率。那这么复杂的一个计算公式，我想市政府那么蛮干，一定要在明年度增加我们的房屋税。那也在今天公告了。那我希望说，市政府你可以很明显、很明白、简单扼要的告诉我们所有的百姓，我今天房子在哪个地段，我明年度应该要缴多少的房屋税，让我们很清楚的能够上网去查询，而不是说明年度税单出来就叫我们公百姓直接去缴税。我想安尼的渔民政策是不对的。对此，国民党团5个28号因将针对三马经零检出议案采取假期动员，你伫29号迄天针对房屋税的调整，将会有更较积极的作为。也就是到台北中央党部召开记者会，互全国替台南市民出一口气。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议会定期大会28号将要审查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修订案，增加伫咧咱市贩卖国内国外猪肉制品未当检验出瘦肉精。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的议员毋通袂记咧因当年强烈要求瘦肉精零检出，请因支持通过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修订案。议员王家珍指出，市长赖清德甲侪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曾经公开反对三马精进口，但现在中央执政了后，讲法又搁改变。对此，国民党团呼吁市府甲议会共同修订自治条例，要求三马精伫台南市全面零检出。对原来的食安法，我们要增订2条，这2条呢，就是所谓的零检出瘦肉精。对于猪肉零检出瘦肉精问题，以及如果检出瘦肉精的话，罚则问题，罚则，那我们非常遗憾，今天这一阵子听到一些不确定的消息，我们也希望这些消息都不是真的，说民进党将全面抵制修订食安条例。民进党会全面抵制修订食安条例，也就是说，检出瘦肉精没关系，也就是说，你用了瘦肉精没关系，不需要罚。那我想我们是期以为不可。国民党团再次重申，捍卫健康，绝不妥协。电市家口肉品工会理事长郭和远表示，冷冻猪肉通常被餐厅、学校等所在使用。伊强调未来，如果三马精猪肉开放进口，那安尼第一个受害的就是这寡单位。是讲希望即卖政府那种有着某物压力，有意讲承受，无钱袂使。希望呢，所有爱标题个。像伊伫大卖场，伊一定讲啊，这个美国的，这美国办进口入来，这有瘦肉精的。啊，咱为了咱学校上食啦，咱学校即卖呢营养午餐，你甲无法同意标明讲伊这是咱的传统市场的，这也足食咱，这绝对无迄个严格把关，这拢爱靠咱遮民意代表，靠甲遮政府官员哦严格监督，因这长期咧食。咱咧下一代啦吼，咱下一个做这个绝对上着，这是全世界拢无能接受的物件。对此，议员王玉凤表示，该相关提案28号将伫议会定期大会当中审查，呼吁曾经反对三马精的市长甲议员爱勇敢支持修订条例。电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日升银行新营分行18号传出33岁妇女沈依林盗领客户上亿新台票，有10名被害者组织自救会。26号透过市员李泰基出面控诉沈依林的恶行，并按铃申告日升银行无做到监督的责任，使得因的血汗钱互人领了了。日升银行新营分行沈依林妇女长期招客户投资，提供比银行更优惠的利率，让侪投资人会出钱来投资。
但这位陈义林护理煞利用投资者对伊的信任，无经过用户的同意，就主动使用小户内底存款，伪造买卖资料，涉嫌欺骗投资者，互因辛辛苦苦所赚的血汗钱，就安尼消失去。因此，这寡遭受损失的民众向议员李泰基投诉。日升银行内部的内控的程序非常的糟糕。同时呢，我们在这边也另外一个事件也同时再度证明最近这个日升银行嘉义分行这边又再度出事确实证明这个日盛的内部确实是有状况。所以今天我们这几位这个受灾的这些存户他们都是损失了这些一辈子的这个累积下来的这个退休金啊，怕扁还记得这个做小生意赚的这些钱今天特别来这个地检署来按铃申告，来控告这个审信行员之外呢，同时呢，也对这个相对负起这个监管、监控，还有这个这样的一个分行的主管、副主管，那也在等一下的这个诉状里面会一并来提出来这样的一个一并来提出这样的这个法律追诉日盛银行盗领案目前已经知影受害人数总共有1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普通的家庭，被盗领金额估计1亿4000多万。自救会这届也按铃申告日盛银行，各银行无尽到监督的责任，希望法律替因讨回公道。台湾新闻张国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药物成瘾会使大脑神经传导物质分泌异常，结果脑内的小兵成天只想着吃药，不想好好工作，身体思考都罢工，行为不受控制，还会有耐药性戒断症状可饮。被查获前主动寻求协助的病人，不必担心法律刑责。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针对台南邮差抗议总公司裁减区段人力、拒绝无合理的工作评量表等诉求。对此，台南邮局回应，即马假配用户愈来愈少，伫咧整合限时甲平成的业务以后，统计只需要3个人就当完成作业，但总公司犹原保留19个人，人力其实无减少，颠倒增加。限时邮件早期分3班散批，本地有26件的人力，但近10年来散批的量愈来愈少，以平成为例。95年，台南邮局处理1亿4000多万件，到104年只剩1亿1000多万件，衰退2.5成至3成。对此，邮局总公司调整人员路线，煞造成邮差误会，以为要裁掉工作人员。对此，台南邮局局长曾俊彦也亲自来解说，给大众了解。我们邮件混合投递之后，投递股它增加的人力只要3段就足够了，但是我们配给他19段，所以他的人力是增加而不是裁减。那对这一点，我想我们同仁有一些误解的，那我们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做一个很充分的说明，我想在这里也是感到非常的遗憾。对于同仁的一个工作的这个合理，或者是说工作量是不是有逾时呢？都是非常的重视的哈。如果是说我们的工作量有超过标准，我们都愿意按规定的来核给他们这个逾时费，而不会是说你加班超过时间，我们都不给你加班费。我想血汗这2个字何其沉重这是我们邮政一直要去消除它的一个原因的那像我们董事长他在就任之后他对基层同仁他史无前例的把他们的薪资无条件调薪2级，
让每一个基层员工，让他们的薪资不低于3万块起薪，不低于3万块起薪，这个是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在我们邮政的史上，所以我们董事长也都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员工的一个劳动的条件。随着时代改变，假配民众已经愈来愈少。邮局总公司为着要让人力有更有效的运用，整合了限时甲平行的路线，本地26段的人力缩减成为19段的人力，但只是路线缩减，对人力无任何影响。希望事件会当顺利平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市送艺术到偏乡的列车今年持续开动。结合咱市国领域的艺术家、专业艺文团体、甲学校艺文师资来深化艺术人文课程推展。这届包括有4个艺术团队，甲3间推动艺术教育良好的学校，以动态、静态的方式，到21间偏乡学校做展览。中国社长期以来，伫介校人文甲艺术课程当中，持续培养囡仔国家甲美术等等方面的技能在艺。今年佫成为教育局推动偏乡艺术活动的校园之一，找来招潮社乐团用乌克丽丽等乐器来甲小朋友进行音乐交流。感谢我们教育局安排这个艺术下乡的活动哈。那我们学校虽然有长期推展的国乐的一个团队哈，但是小朋友少有机会到文化中心去参观不同乐器的表演。那今天透过乌克丽丽国乐的一个互动跟分享，我想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对于音乐美的事物的一个鉴赏的能力。那我们也借着这个跟我们学校艺术与人文的一个课程来深化，来提升我们艺术与人文课程的一个品质哈。教育局指出，比起较都市的学校，偏乡的囡仔接触艺术的机会相对比较较少。借着送艺术到偏乡的活动，让专业艺文资源进入校园，让偏乡学童有机会看到专业艺文团体的演出。其实艺术教育要落实，需要很长的时间去做扎根平常的练习。要感谢家长愿意陪小孩子这样来付出那今天的主角是我们招潮蟹乐团。那看他跟学生的互动学生是非常融入在整个这个音乐的活动中那招潮蟹乐团带来各式的音乐的曲风那刚才看活动过程中，其实乐团并没有做太多音乐欣赏这方面的专业的解释，就让学生在体验中那留下这样的经验之后，我想他们会更喜欢音乐。由市府教育局办理的艺术推动教育计划，今年迈入第3档，而且这摆首次得到教育部经费补助，结合4个艺术团队甲侪学校，用动静态的方式，到21间偏乡学校做展览以及展演，并预计到8月底结束。台南新闻站山林跟采访报道。台南市立美术馆工程一步一步正在进行，除了硬体建设，软体文化记录方面，文化局也积极进行。台南美术家册册第1集、第2集已经出版，伫咧今仔日上午进行第3集出版的公开发表，呈现6位台南市具有代表性艺术家因的创作介绍。文化局上午发表历史荣光名作系列。美术家传记丛书第3集，介绍了马殿飞、金润作、刘生龙、张炳堂、王嘉诚、李锦秀这6位相当有知名度的台南美术家，因充满特色的作品以及人生经验，希望借由册籍的方式向后一代流传落去。
我们的出版的方式跟其他的美术作品比较不一样，就是针对那一个画家非常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然后透过那一幅作品去说明这一位艺术家他创作的风格，以及他整个创作的一个成就，那包括他的整个对艺术的一个生命史，那来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研究跟出版。这个记录是台南重要的文化资产。文化局也表示，不只是介绍这3集总共30位美术家离异，未来也会继续记录，让更多台南美术家的作品甲故事，会当透过文字继续流传落去。台南新闻网赵国博以采访报道。201616岁小细节将伫7月5号到8月28号这段期间进行一连串的系列活动。除了维持旧年看戏、搬戏、做戏以外，也首度结合青少年志工实习活动，让因会当实际接触、参与这寡艺文活动。市府文化局伫咧旧年举办16岁小细节，希望青少年朋友透过看戏、做戏以及搬戏的过程，体验表演艺术幕前甲幕后的不同款。今年更扩大举办，邀请4个国内优质团体来演出，更安排3个工作坊甲活动讲座。同时也首度邀请侪青少年朋友来做实习志工，以艺文参与的方式完成文化公民的成年礼。这16岁呢，是咱台南最悠久的这个习俗，最有意义的一个习俗。那这样的一个习俗呢，其实它也代表一个小孩子他的成长的开始哈，他准备要独立自主，要当开始赚钱嘛，当摕到这个全额的薪水的开始哈。那我们很希望，我们也借这样的一个习俗呢，让我们的孩子在身为一个台南人的小孩啊，那他这个不只是去表演这16岁，嘛爱来文化中心、爱来演艺厅这16岁，然后我们希望他也借由这样一个看戏、搬戏、做戏安尼一个作为，去完成他这个作为一个文化首都的文化公民的开始。这届来参与的16岁青少年朋友，拢带着满满的期待来参加，也让人感受到满满的青春活力。最小细节就是让整个礼拜都会期待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学到很多东西，真的超开心的。然后8月26到29一定要来哦！一定要来！ 2016 16岁小细节将伫7月5号正式开跑。来看戏的89年厝以及90年厝的青少年朋友，会当享受8折优惠。文化局邀请大家做伙来，为家己的16岁留下一个美丽的舞台记忆。16岁小细节，耶！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济云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几率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6月27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